歡迎到粵語版車幫買啊！今期開波先同大家分享一啲硬嘢，硬到咩程度呢？大切諾基夠唔夠硬 ？Jeep 嘅大切諾基啊！呢架車大家講講心中覺得幾多錢啊？應該係50-60萬級別嘅呢個大 SUV 硬派 SUV 啊嘛！而家最新消息睇到啊，喂，原來坦克300差唔多價咋，都唔係我哋去探啊，係好多網友發出嚟話佢收到嗰啲信息，而家嗰啲 promo 啊做緊呢架車一口價原價64萬9嘅遠風版，一口價24萬9就買到啦。低配啲嘅高峰版呢，一口價22萬9，即係2字頭啊！從50-60萬變到2字頭，買到一台大切諾基，你話癲唔癲？而且最緊要咩呢？係我哋真係去打探過了解呢個消息，發覺喂唔啱喎呢個價。我哋真實問到呢，仲可以比呢個價仲要平多幾千，你話癲唔癲？即係24萬5到啦，大概就可以買到呢架車啦！哇！係咪真係正啊？嗱，望到呢個價咧，唔知大家點揀啦？坦克300同埋大切諾基都同你講2字頭，不過呢啲2字頭咧，有啲真係頭，有啲係到尾啊！坦克300而家大概真實早陣價咧22萬出頭咧，應該就可以落地買得到坦克300㗎啦。但係如果要買台切諾基咧，24萬9嘅車價，你望住喺個價，但係佢落地你包埋啲稅啊、保險，呢架車原價比較貴啊，所以啲保險仲係比較貴咧。據說應該都要到28萬先可以落到地，所以係一個頭一個尾嘅。咁如果你要真係買，你話我係要玩越野嘅，要硬派，要出行用嘅，咁我覺得仲係大切諾基係 OK 嘅，就係實力比較強啲嘅。但係你話呢架車就係你屋企嘅唯一嘅車，要買台車日常代步都要好用，都要舒服嘅話咧，我個人建議咧買台 Hi4 啲嘅坦克300咧都係幾好嘅，順利續航又夠大，智能化做得比較好啲，啊開嚟又舒服啲，咁就兩種選擇，你自己去揀啦。反正你揀乜嘢，我哋呢度都可以幫你噶啦。好，跟住嚟睇下呢個星期新上嘅特惠車有乜嘢？第一個特惠車咧，呢個咧高端坦克700賣到價同啱啱嘅切諾基差唔多啦，44萬8嘅指導價，26款 Hi4 Set 極致版，而家咧啱啱幫客戶真實去成交嘅46萬7300可以搞掂一台咁樣啱啱新上冇幾耐嘅車。不過咧價格咧唔係今次呢個成交重點，重點係我哋幫客戶爭取咗好多權益。因為呢個客戶咧睇啱呢架坦克700，但係咧佢錯過咗個預授權喎。但係佢又好想要預授權嗰啲權益，包括嗰啲敦煌青嘅車漆同埋個拖車鈎，咁就問我哋有冇機會咧？跟住我哋幫佢溝通下，結果係揾到有辦法係攞翻呢啲權益，仲有包上嗰啲權益預授權嗰5000蚊優惠，即係立散1萬蚊揾我哋幫佢搞掂。所以呢個咧呢架車呢個價都唔係重點，重點係如果你想爭取嗰啲預售啊、權益啊、優惠嗰啲嘢咧，過嚟我度問下，可能可以幫到大家嘅。跟住睇第二台特惠車，吉利銀河 M9啊，一台大6座插電混合動力嘅 SUV。咁而家買呢台車咧，即係買台高配到已經有3電機翼3方，再加埋嗰啲咩雙腔空懸，再加埋啲輔助駕駛嘅版本咧，即係4驅黑金智耀版，26萬9800嘅車價，而家免息到地價25萬8可以 OK 搞掂開走。其實呢台車我覺得機械素質係唔錯嘅，而且入邊空間都做得幾大嘅。即係有啲人講係佢叫做領克98青春版啊，我甚至覺得佢嘅實用性，佢啲配置係唔會差過領克900㗎，所以大家如果需要一台20萬左緊嘅呢啲插電混合動力大車咧，可以研究呢台車。呢台車入門嘅嗰啲版本咧係1字頭㗎咋，1字頭就已經可以買呢架車啲最基礎版本。如果你需要高啲配置嘅話咧，咁呢架車高到你睇啱啱提到雙腔空懸啊、3電機，乜嘢都可以俾晒你啊！咁大家如果要呢個價位嘅大車，我覺得呢台車嘅性價比，尤其機械方面咧係可以有競爭力，可以推介嘅。第三台特惠車呢個啱晒廣東嘅朋友啦，豐田亞洲龍啊，而家咩價呢？靚到不得了嗱！買一台2.0進取版原價17萬8800嘅亞洲龍呢，而家貸款我哋價13萬5啊，就可以買到一台亞洲龍啦！係咪即刻想推介俾你身邊嗰啲叔父啊，要買豐田嘅朋友呢？13萬幾買到亞洲龍嘅咁大嘅車嗱，上個星期講過呢，雅閣 1.5T 14萬3買到，而家買亞洲龍2.0嘅版本咧，即係冇帶電嘅版本啦，13萬5就可以搞掂啦。所以咧，你睇下唔帶住電、唔帶住混合動力咧，而家喺市場上面咧係難賣㗎，係賣唔起價㗎，係13-14萬就要賣㗎啦。而家啲日系車真實嘅價錢就咁嘅水平啦。如果大家仲係中意日系品牌嘅，中意佢呢啲質量，亦都對啲新科技啊、電啊冇乜追求嘅話咧，而家係正啊，13-14萬就買到亞洲龍啊！好，跟住睇下大家評論留言有啲咩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咧就問寶馬 X1 咩價錢呢？嗱，寶馬 X1 而家買一台 S-Drive 25Li 即係純油版嘅寶馬 X1 咧，而家嘅價錢咧只有價20萬8，全款落地價19萬8搞掂啦！哇，即係啲 BBA 冧價冧得真係好鬼明顯。
以前覺得話買呢啲車可能都挨住30萬嘅咧，使唔使係嘛？而家唔係，一字頭19萬8全款，即刻開走個寶馬7.1。以前可能買 CRV 嘅價，而家直接就開走咗 BBA 啦。所以各位如果仲係對寶馬呢啲品牌啊，想買一台咁樣嘅空間大實用嘅 SUV 咧，一字頭19萬8可以開走寶馬7.1啊！再睇第二個問題，呢個朋友咧就問吉利銀河 E5而家買咩價？銀河 E5仲記唔記得？有一段時間冇提，就一台咧純電嘅緊湊級 SUV 車仔啦，可以咁理解啦。而家咧買呢個車係原價125800，610公里續航嘅遠航版咧，最新免息地價11萬8可以開走呢架車啦。如果大家係需要用呢個11、2萬啊，買一台行駛品質啊、底盤啊、空間都唔錯嘅車，呢台車我好推介嘅。相對於同價位嘅呢類車嚟計咧，佢個底盤、佢嘅舒適性、佢啲駕駛操控咧係幾好嘅。其實吉利系嘅車咧，總結嚟計啊，機械都好出色嘅。佢弱嘅地方咧就係嗰啲輔助駕駛啊、智能嗰啲嘢咧，就係做得冇咁好。只要你對智能唔係好有追求，亦都想要啲純電車仔係好開舒服嘅話咧，吉利銀河呢一類車咧，我個人覺得係競爭力好強嘅。好，呢期粵語版車幫買就到呢度啊！希望我以上提到嘅信息咧，如果你係覺得有用嘅、啱用嘅、啱你買車嘅需求，甚至你朋友買車嘅需求咧，直接發俾佢啊！睇下我哋嘅呢個車幫買服務可唔可以幫到你同你嘅朋友買新車啊！各位買車可以在大車的小程序裡面選購車，就會看到大車幫買的一些特惠車，甚至可以定制跨巡車呢，都可以幫到各位了。希望各位無論是買車，還是有任何行情上面的需要或者驗證的時候，都可以想起我們的。